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every heart and every mind. 'Cause I know there is peace within your presence. I speak Jesus. Shout Jesus from the mountains, Jesus in the streets, Jesus in the darkness over every enemy, Jesus for my family. I speak the holy name, Jesus. Shout Jesus from the mountains, Jesus in the streets, Jesus in the darkness over every enemy, Jesus for my family. Yeah, sing the holy name, Jesus. Shout Jesus, Jesus, and Jesus in, oh. Jesus for my family, I speak the holy name, Jesus. Shout Jesus for my family. Shout Jesus for our city. I speak the holy name, Jesus.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every heart and every mind. 'Cause I know there is peace within your presence. I speak Jesus.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till every dark addiction starts to break, declaring there is hope and there is freedom. I speak Jesus.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fear and all anxiety, to every soul held captive by
Shout Jesus from the mountains, Jesus in the streets, Jesus in the darkness over every enemy. And Jesus for my family, I speak the holy name, Jesus.大家平安，大家高早啊！伫清早时，咱做伙来学乐，来敬拜上帝，是我尔啊水的代志。咱用这首诗歌来敬拜咱的主。请你的主救我，咱做伙来唱。求主你来听阮的祈祷，用祈祷来赦免阮，用悔改来挽回阮，互阮来真实来敬拜你，甲阮同在。阮安尼祈祷是靠耶稣的名，
阿妹，搁一届，咱我们来做异地甲讨房的即个祈祷。你若是有无爽快的所在，你会当划手伫咧你的身躯。阮来邀请主耶稣来请做阮的灵、思想、情感、甲意志、甲身躯的主。阮做伙开声来祈祷，主来恳求，主啊，当阮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阵，我会当看见，来对阮一切软弱。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灵的主，你是阮思想的主，你是阮情感的主，你是阮意志甲身躯的主。主啊，求你来帮助阮，互阮来交托求你。主啊，求你来引导阮的生命，求你伫咧阮的生命中间来做主，来将快来做王。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阮需要你。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倒一摆透过祈祷来到你的面前，因为阮知你的祈祷要领导。主啊，阮感谢你的主伫咧阮的中间。主，阮来到你的面前，阮来展开阮的心来向主你来祈求。主，阮需要你的意志伫咧阮的生命中间。主，阮需要你的透放伫咧阮的中间。阮知你，互阮有安尼宽屏，透过祈祷，阮得到意志；透过祈祷，阮得到透放。因为主你所受的刑罚，互阮得到平安；主你所受的鞭拍，互阮得到医治。主你帮助阮，无去互惊吓来恐吓，无去互生气来捆绑，无去互忧伤来打着。求主你的疼充满医治恢复，互阮得到真正的平安。主的疼要完全充满伫阮的心上，互阮也会当用主的疼来疼人。阮的祈祷是靠耶稣的名，阿门。最后，我们为着主你来守望来祈祷。阮的做伙为着牧者，为着阮的中职团队，伫咧即个礼拜，逐项的服侍的同工，为着阮来守望祈祷。求主你的快乐，你的宽屏。伫咧阮的事工内底，互阮做伙来荣耀主，互人得到利益。阮有3点，咱头先为着2点来祈祷，为着即个主日是阮今年度第3摆的圣礼典，求主看顾洗礼，搁有要加入教会，遮的兄弟姊妹会当甲主、甲人有和谐美好的关系。也为着2025年已经平顺来行过1/3，就是已经完成4个月。来感谢上帝，也为着即个月有母亲节的联合礼拜，搁全教会退休会事工，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主来恳求。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伫咧这个中间，主啊，求你来看顾伫咧这个内底，主啊，感谢你，互阮会当过一摆，互阮会当来亲近你，主啊，为着相信。市区来带导，区长是美英区长，小组长是苏珠、美秀，搁丽英3位组长吼，来求主来保守，即届参加福音地位决志的兄弟姊妹会当来洗礼，诚做上帝国的儿女，也求主来帮助每一位组员，落实逐工的灵修的生活，会当甲主有好的结连，也求主来引带阮的区长、小组长，甲逐个组员，拢会当同心合一，较无争理，伫咧逐项代志顶面会当形成一灵。咱搁一届来开声来祈祷，祝阮祝福伫咧大市区的顶端，主啊，求你来帮助，伫咧阮的事工的内底，主啊，求你来看顾。
你，阮就去教会求主来坚固阮，互阮会当健康来大汉。主你的听是长宽关心。充足伫咧阮的心上，阮为着即个主日第3摆的圣礼典，也为着即个月母亲节联合礼拜，也为着退休会事工，也为着台4区的兄弟姊妹来代祷，求主来帮助阮，帮助阮的教会，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活出永生热灵的生活，会当健康平安来经历上帝，来亲近上帝。感谢主，听阮同心的祈祷，咱做伙用主祷文来做结束。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抵煞阮的日子，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我要唱歌称赞上主，因为伊用丰盛的恩典对待我。请咱做伙来吟圣诗26首，加阮感谢上帝，请起立吟全首。我
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阮应当乌鲁无煞，因为你的疼叹，互阮伫主的内面得到平安喜乐。只是阮的软者会袂记主的教示，偏离主的道路，甲主的关系愈来愈远。求主来赦免阮的罪，阮要认罪悔改，重新来到主你的面前，心内充满主你的话语。grund底主的脚迹，互阮人生的路途无搁偏离。今年是迦南教会设教60周年，阮举办真侪活动，求主看顾遮个活动，互筹备的同工伫筹备当中有属灵的智慧甲能力，来举办遮个活动，会当一切顺利，也互参加的会友会当感受到主伫甲阮三角之地，领受主你的祝福。阮嘛感谢主，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会当领受主你带互阮的平安喜乐，也照圣礼典互阮纪念耶稣基督是安那为阮洗清罪过，赢过死亡的关系。这个恩典你拢是白白互阮的，阮献上感恩。阮嘛爱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主，倚靠主，领受主你的恩典。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伫信息后面，启文第4篇，就是诗篇第5篇。上主啊，求你听我讲。知我的苦情，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求你听我求救的声，因为我对你祈祷。上主啊，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早起时我对你恳求，搁听候。因为你毋是喜爱罪恶的上帝，邪恶你袂容忍，骄傲的人袂当徛伫你面前，最歹的人拢是你所怨恨。讲白贼的，你要灭因；害人甲奸诈的，拢是上主所厌恶。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通入你的殿。我心存敬畏，伫你的圣殿敬拜。请圣歌队来献诗。所要用的诗歌是：我心乌鲁至关上帝，我心乌鲁至关上帝。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73篇22到26节。诗篇73篇21节到26节。我的心真酸，我的心真苦痛，我牛望不知，伫你的面前亲像真生。总是我不时甲你做伙，你牵我的正手，用你的教示引带我，接纳我，互我得到尊荣。伫天顶你以外，我有啥物人？伫地上你以外，我无所依赖。我的肉体，我的心神会衰弱，毋过上帝永远是我的快乐甲产业。请本堂陈撇吉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除你以外，除你以外”。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有没有声音？好，有听好，喂 ，OK。吼，咱伫两礼拜前过活节，吼，咱有一个影片，伫即个所在要来甲咱大家来分享，吼，咱做伙来看即块影片，是咱过活节一个信仰之旅啊。
耶稣基督已经告我，咱的性命会当到永远。甲你隔壁兄弟讲，耶稣基督已经告我，耶稣基督已经告我，咱的性命会当到永远。咱迄天所也的经济哦，即马伫即个所在，知影这是啥物物件无？稻啊，这是稻啊，所以这会当互几个人来食，这会当听讲会当种一架地啊，一架地，遮济稻啊，不过咱可能食袂着，但是咱若有野种，咱就会当修行。咱若有传福音，咱就会当看到耶稣的性命会当继续来中台啊，伫即个世间。所以咱要为着今日有信礼典，咱感谢主有真侪兄弟姊妹洗礼、信仰个别甲小儿的洗礼。咱嘛逢过顶礼拜的福音茶会，有超过60几个，将近70个即个best 因来决志要信耶稣，拢是咧亚经济，也期待咱所亚经济拢当来大展，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经过过偌济，阮所亚的经济已经看见伊大长起来，已经来要来成熟。主啊，阮伫福音上帝国的内面，也要来业福音的经济，互阮会当所传的道、所行的道理，拢会当来因跟上帝利益正人。今日也有信礼典，也愿上帝你的神伫阮的中间，你的信心充满伫阮逐人的心中，互阮会当甲主来结连，安尼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今日的时间，牧师要讲的较短啊，要通过诗篇73篇，读诗篇会当得到智慧，读诗篇会当学习祈祷，甲隔壁人讲，读诗篇得到智慧，读诗篇会学习祈祷。读诗篇，学习祈祷。咱若感觉家己智慧无够，安尼咱爱读啥物？咱若感觉家己袂晓祈祷，咱爱安怎？读诗篇。诗篇会当帮助咱来学习真正的祈祷。咱伫即个世间很多的畅销书，讲咱内心对话的即个力量，会当互咱得到生命当健康起来。甚至讲到即个咱伫身躯内面带一个医生，即个医生的名叫做治愈力，就是你会当家己通过内底，会当互你的身躯更较好起来。甚至嘛会找讲自己的癌症安怎自己救啦，咱若家己有即个癌症的基因因子咱嘛会当家己通过祈祷，通过对内面找医生，会当来互咱的心得到平安。经言有讲，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咱会当伫咱内面找到喜乐，找到平安，安尼就当找到医生，就当得到良药。咱的生命应该是爱真平静，但是有的时阵，咱想要过即种的生活，这是日本的富士山。但是若风吹来阵，水就撩起。所以咱的生命嘛是共款，本来是要过平安的日子，但是有可能一件代志，一件事，就互咱的心情拍歹去，拍歹去，就亲像即个水拢撩起共款。伫今日的诗篇，73篇诗人嘛安尼讲，伊的心情本来是真好势，甲上帝真好，讲上帝好款待心清气的人。总是伊煞受到一寡的代志，伊的心袂当平静。伊讲伊的脚险险脱去，伊的骹步险险行偏去。伊看到歹人，看到骄傲的人兴旺，伊就心感觉怨妒不平。请问咱捌看过歹人无？捌，拢毋敢讲诶。迄个歹人嘛毋敢讲是歹人。咱毋知影歹人，上好拢莫看过歹人。但是呢，咱若无想要去拄着歹人，但是拄着歹人的时阵呢，迄个毋是只有心情歹去，甚至连骹步嘛有可能来行偏去。伫诗篇73篇，咱看见一个诗人，伊因为拄着歹人，拄着歹代志，直到伊的人生险险偏去。安怎偏去呢？伊讲伊的心怨妒不平啊！伊伫第40到14节即个所在，伊讲到3项代志，互伊的心怨妒不平。头一项就是伊看到遮歹人，拢会当行平安，无受苦。咱讲善有善报，恶有安怎？
恶报，但是这歹人乃拢无上帝来甲伊教示呢？伊个过好日子，足无公平。甚至第9节讲，因伫遐踢笑，因甚至来亵渎上帝，因的喙齿诽谤全地，就是拢甲骂甲足歹听的。所以伊感觉愈看到遮个歹人，伊就愈无平安，迄个心内底平静拢无去。甚至伊阁讲，家己14节讲到伊家己是轻佻上帝的人。但是呢，伊规日拢拄着灾难，每一工目睭闭紧，就感觉受痛苦，实在真无平安。总是诗人所描写，咱的人生可能嘛会拄着遮个代志。不管是伫厝内，还是伫公司、伫学校，甚至伫教会中间，嘛有可能拄着遮个万道不平的事的时阵。但是这拢代表一种的偏见，偏见，咱做讲个偏见。什么是偏见呢？偏见就是咱无照上帝的眼光，照上帝的准则，是照咱家己个人的。所以咱感觉心情好、心情歹，今日的天气真好，还是天气唔好，咱是咱个人心内底起毛一甲感觉。但是咱爱按照是照上帝伊的道，甲上帝的公义，亲像法官伫判案共款，爱有公正。咱伫台湾拄着顶个月即个台湾真平静，还是真无平静？安怎无平静？因为咱有真侪遮个游行，甚至阁有即个川普总统即个关税战，咱会感觉真侪互咱真不安的代志。不管是遮行街头，还是遮个贸易，还是遮个关税，遮个抽遮个关税所引发遮个经济遮个动乱不安。但是这拢代表咱一种心内底个人的感觉。但是咱来敲找是敲找什么呢？是爱敲找上帝的旨意是啥物？爱敲找上帝伊安怎来看？到底这个罢免有合上帝、有合圣经，还是无合圣经？咱毋是照咱个人的起毛质，是爱照上帝判断。这个诗人伊本来嘛是有偏见，但是尾啊，伊伫诗篇的中间，伊看到一个对天顶来的定见，定见。安怎讲是定见呢？对15节到20节，这个诗人伊本来想讲恶人没有恶报，但是呢17节讲，直到伊进入上帝的信所，思想遮歹人因的结局，结果伊知影找到答案。答案就是上帝并毋是无作为，伊拢认为讲上帝拢无要插，上帝拢目睭顾着什么肉，拢无看到共款。但是呢，尾仔伊知影讲啊，上帝原来你拢有在看，你将遮个歹人囥伫骨的所在，互因雄跋一倒，甚至因伫跋倒的时阵是一万年久，安尼上帝灾祸就突然来到，因拢袂赴准备啊。所以讲，主啊，安尼我知影，我看见义人的平安，亲像人困醒，会当佫醒起来共款，毋是伫迷茫。即个上帝互咱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所以即个诗人，伊讲，伊知影学习，伊拄着人世间，遮的一切万道不安的代志，无公平的代志，伊爱去啥物所在？圣殿，伊就爱去安怎祈祷。就要去找上帝，等伊来到圣殿，等伊来祈祷找上帝时阵，上帝就互伊看见原来上帝伫全世界的立理甲作为，所以伊无需要来靠伊的肉体的目睭眼光来看，伊爱靠是靠信心的目睭、信心的眼光来相信上帝，上帝确实有伊的作为。所以伊毋免为着遮个歹人来怨妒，毋免为着歹人心情拍歹去，毋免为着遮个歹人的作为，结果伊心内底平安就无去。爱有一个定见，即个定见是伫信所，即个定见是伫圣殿，即个定见定着是伫即个基督的中间，甲上帝关系。最后，即个诗人讲，伊有即个偏见，但是上帝互伊对偏见变做定见。最后，上帝阁互伊有啥物远见？互伊有远见。诗篇73篇，佮继续21节到28节。即个诗人讲，上帝互伊愈来愈有眼光。即个眼光就是当看愈来愈远。
伊伫20讲，原来伊看到家己是愚戆的，伊根本就无需要为着遮来起圣地，伊根本就无需要为着遮的歹人伫遮困袂去，伊根本就无需要为着遮的做歹代志伫遮袂食袂困的，互家己的身躯拢拍歹去。伊讲我实在是愚戆啊！好，因为我伫上帝面前拄则咱有读亲像真生。什么是真生？真生就是你家己讲话，吼，你听无。但上帝通过圣经甲咱讲话，吼，咱若听有，咱就毋是真生，吼，咱就是上帝囝儿。但是上帝若通过圣经甲咱讲话，甲咱讲免惊免烦恼，着爱相信，着爱有平安。但是咱听无的时阵，咱就亲像真生共款。即个诗人讲：主啊，我过去亲像真生共款。你已经早就讲起的代志，但是我无相信你，我敢靠家己的心情好甲歹。但是即马，上帝，我来到你的圣所，来甲你祈祷，你互我看见你的作为，我即马知影你的意思啊，我即马知影你的做法啊，甚至23讲，上帝，我要常常甲你伫地，你的正手扶持我。讲上帝，我袂使阁离开你的话，我的气力是对你来，你的话要成做我骹前的灯，要成做我路上的光。最后26节讲。虽望我的肉体衰烂，虽望我的心肠衰残，但是上帝是我心内底的气力，是我的福分，是直到永远的。好，这个25节、26节，好，华语和合本啊，咱做伙来读。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个诗人，伊看到不是只有伊今世中间的这个性命，伊看到的是更较远、更较远，甚至看到伫天顶去啊！好，伫即个网络上，好，这是今年过年前除夕的时阵，好一个摄影师，好，伊伫即个嘉义市啊，好嘉义市内翕相，迄天呢天气非常的好，所以透早呢伊就摕相机出来翕，结果伊翕看到迄个山，结果伊看到讲迄个山一顶搁一顶搁一顶，到最后上悬的迄粒山是啥物山？玉山，吼。徛伫嘉义市的市中心，哇！用目睭看，就当看到迄个远远的即个玉山哦。嘉义是嘉南平原哦，迄个海拔大概是只有0到10而已哦。但是玉山是3900多公尺哦，会当看到遐尔远的所在，所以就很兴奋，吼，摕即个相机甲翕落来。咱的人生吼嘛亲像，咱即马就徛伫即个市区的中间。四周围有真侪楼仔厝，吼，有真侪车辆来来去去。但是咱有一个天顶的远望，即个天顶的远望，毋是逐工天气拢真好，你会当看到迄粒山。但是迄粒山所代表的，就是咱所要去的所在，是即个天顶的圣城，是即个天顶的耶路撒冷。请问你要对嘉义市要到玉山，爱经过倒位？你就要开始从这嘉义市，你就要行这个阿里山公路，就要经过中部后镇，然后阿里山公路，就要开始爬，这个台18线，结果爬到阿里山以后呢，只是一半，还要再怎样？再换21号台21线，过去到伫这个塔塔加，到塔塔加的时候，我有一届做团，我做团队时阵。我有一届家己开车，就走驶车驶到即个塔塔加，已经足晚，就伫车底过一暝安尼，困喺车底内底。结果迄天暗时有够寒有够冷的，因为将近要3000公尺，2000伫阿里山较悬的所在。但是到塔塔加到迄个停车场以后，你搁爱搁用行路的，一般是爱行2天，经过排云山庄。但是你嘛会当用走的，一天你若用走的，会当1天来回。但是上好唔爱安尼走，因为今年就有一个女孩子安尼走，结果底下就是跌倒，结果摔死安尼啊，所以还是比较冒险。但是我要讲的是讲，这条路你对市内到玉山，是遮尔长，遮尔多，弯弯曲曲，遮的路。但是咱的人生要到天顶嘛是共款。
咱毋是只有拢踮伫即个市内，踮伫即个吵吵闹闹的所在，咱嘛会互咱的心神爱互即个远见，看到迄个天顶的厝，天顶的耶路撒冷。所以即个诗人，伊就会记得我看到上帝的厝，我就平安。虽然我目睭一闭紧，人睡好像你让他好像睡一觉起来。目睭一闭紧，乃阁伫即个所在，乃阁伫即个吵吵闹闹的环境中间，即个川普乃阁伫遮咧出一寡奇奇怪怪，但是无要紧，咱有看到是天顶迄粒山，天顶的锡安山。伫即个月5月是陈牧师转来嘉南教会满一冬啊啦，已经过一年。所以陈牧师已经伫嘉南教会安尼服务累积起来，安尼已经11年11年的时间。但是安尼时间过了真紧，一冬的中间，上帝一冬前甲我带转来时阵，其实我嘛毋知影讲到底来嘉南教会是好还是歹，你感觉是好还是歹？会问牧师娘较准安尼。我想嘛对我来讲是好啦，但是这一冬的中间呢，真正挑战真侪啊！我无想到讲我头鬃会减遐侪安尼，嘛无想讲我腹肚会变遮大安尼，无时间运动无时间做才会去做爱做的代志。但是呢，伫教会中间会当看到兄弟姊妹遮认真，大家会当伫遮来敬拜上帝，会当来传福音。看到不管咱是旧年去淡水也好，今年办遮的福音茶会也好，还是今年在即个月咱要去退休会也好，看到兄弟姊妹大家拢真热心热切安尼来参与，嘛感觉讲咱也的遮的经济安怎，拢有看到伊咧布演，看到伊咧发芽。特别呢，伫即年的中间，互我真感觉，真无可能的代志，就是讲哇，遮转来一冬，就已经带兄弟姊妹去德国一抓转来。我感觉这对我来讲是无想到的代志。旧年伫嘉南教会就日的时阵，嘛无想到讲要办即个路德马丁的宗教改革。等想要办的时阵，嘛无想到讲到底是办得成还是办袂成。但是无想到讲哇，竟然已经办一体提厝，然后阁转来。所以今日下晡1点半，伫4楼的所在，牧师和兄弟姊妹，要来甲咱兄弟姊妹来分享，阁有用真侪遮的相片，到底去德国参加即个宗教改革，到底有啥物款的收获，嘛真期待会当，互咱兄弟姊妹做伙来听。如果你袂当参加嘛，无要紧。因为咱场地嘛袂当坐真侪人，但是咱有家己录影，到时阵，咱共款囥伫咱教会 YouTube 的顶悬，咱嘛会当来看。今日这篇的诗篇，互咱看到讲，吹奏一池春水啊！这本来是一个五代十国，一个南唐的诗人，冯延巳伊所写的一个诗。伊写互即个君王的时阵，君王听到即个诗，伊无懊恼，伊直到讲干清何事？即个水乱糟糟，家己有啥物地带？但是呢，即个诗人，伊嘛是当做一个趣味的代志，就是讲他见景生情哦，看到遮，想到伊真侪人生的代志。但是诗篇73篇最后20讲，即个诗人讲，伊毋是讲遮的代志拢对伊来讲无意义，上帝互伊发生遮的代志，是要来讲出上帝一切的作为。上帝互伊经历遮的悬悬低低高山低谷，目的就是要来讲出上帝一切的作为。所以咱通过咱的生命的故事，不管是伫福音茶会的见证，还是咱伫祷告会中间的见证，还是咱伫小组聚会中间的遮见证的分享，拢是将咱生命中间遮的无平安，或遮乱糟糟的事，但是咱会当安怎来经历上帝？伫今日的信息的最后，牧师嘛要用最后3点来甲大家分享，就是毋通伫别人的罪顶悬有分哦。当咱看到歹人犯罪的时阵，你毋通甲伊做伙来犯罪。诗人讲，当伊看到歹人的时阵，伊的做法是清洁家己的心，洗手表明家己的无辜，就是伊毋通甲即个亲像诗篇第1篇共款，无行歹人的路，无坐侮慢人的位，就是不要跟他的罪上有份。第二，毋通因为咱家己的偏见。
毋通因为咱家己的起毛字，感觉上帝拢无咧听祈祷，拢无感觉上帝伊拢要插咱，就来离开上帝，就无爱祈祷，就无爱读圣经，就无爱来礼拜，就无爱来聚会。咱的人生有可能拄着遮亲像关税，拄着亲像遮抗争，拄着亲像遮罢免。检查咱会想要来教会，还是无想要来教会？但是这拢是咱的偏见。咱要用上帝的眼光，最后不要以牙还牙，而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上帝伊要看咱一切的作为，伊要看咱是毋是有照伊的道理来行。因为上圣经讲，伊要甲咱带到荣耀的中间。迄个荣耀是永远的荣耀，就是咱所看迄个玉山台湾的最高峰，是迄个天顶的耶路撒冷。上帝要甲咱带到遐。所以这3点，咱做伙来读一解。第一个，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第二，不要因为偏见而远离神；第三，不要以牙还牙，而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期待咱伫每一个苦难的中间，亲像耶稣钉十字架，咱嘛甲即个荆棘甲压落去，甲主同钉十字架，甲伊同死，也要同过活。伊安怎受遮个苦楚？等伊得到过活，得到荣耀的时阵，将来咱嘛要甲伊共款做伙来得到荣耀。伫即礼拜，咱若是有小组的分享，咱来分享，你有拄过啥物无公平的代志，互你困袂去无？总是伫即个无公平的代志的背后，你感觉上帝安怎样来判断公平还是无公平？第三，咱会当对遮个无顺利、无照咱想法遮个代志中间，咱会当安怎样来学习什么是上帝的心意？咱嘛有3项的祈祷。头一个就是咱爱祈祷，求上帝保守咱的心，无互信心来担忧。看到歹人的作为的时阵，咱毋通甲伊共款做歹。当人扇你正面的喙皮时阵，你毋通安尼一棍就甲猫落去，你安尼共款拢做伙掠去关。当人对咱侮辱的时阵，咱就爱冷静，不要让你的一江春水被吹走了。第二个，咱嘛爱祈祷，求上帝拍开咱的目睭，毋通只有看到偏见，毋通只有看到世间人的想法，互咱会当看到即个玉山，互咱当看到天顶的耶路撒冷，咱会当悔改，无搁愚妄。第三，咱祈祷，求上帝当赏赐咱有能力，互咱伫地上的生活会当亲像伫天顶共款的生活。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恁。当阮的心神拄着忧闷，当阮看到社会动乱不安，也是国际上战争，也是经济，也是贸易所发生遮的纠纷，直到真侪人努力拍拼，袂当安定的时阵，阮犹原学习要来寻调主。也愿上帝你的话，搁一摆互阮醒起来。愿上帝你的话会当成做阮骹前的灯，路上的光。除你以外，阮伫天顶无别项所欣赏的。除你以外，伫地上，阮也无所意爱的。只有上帝，你是阮永远的倚靠，永远的帮站。安尼祈祷恳求，倚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咱来唱回应的诗，圣诗362首，我心想着欢喜起来，请起立因全首。我在心心的。
济。咱这时阵要来举行新礼典，内心咱要来举行新人的洗礼。今日有3位的新人洗礼，分别是这个林金子、甲吴国维、甲黄台菊，咱请因来到台前，咱做伙来吟信息354首第1集甲第2集。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耶稣对世人中讲话了后，也未上天的大神有讲：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今仔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是因来遵守。搁我就日日甲恁支持到世间的路尾。第5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逐人着反悔，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互恁的罪得着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今仔主咱的上帝所要紧调的。林金主、吴国维、黄大菊。亲像迄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搁受洗礼，但恁着深信，恁若真是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今日的即个洗礼新礼典，就要诚做恁罪得着洗清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信心得着顶头生来结连点伫耶稣基督。林金子、吴国维、黄台菊。当恁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牧师所要问的3个问题。头一个，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有也无？恁有真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有也无？恁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有也无？好，咱即马请金子姐来先来到伫台前。咱请会众来起立，稍等，咱做伙来讲阿门。姊妹，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好，来请国维好。吴国维弟兄，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请台菊姐。黄台菊姐妹，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们。愿平安的上帝，互恁一尽诚信，搁愿你的神、甲魂以及身躯，
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林金子、吴国伟、黄台菊，恁经告别恁的信用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嘉南小会的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遮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入你的圣会，愿你祝福因，用你的信心降落伫因，伫因顶面来坚固因，也用恩典赏赐因。互因个人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当因拄着试探时，求你保护因，互因为真正信仰的好真正。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踮伫你的疼，互因一世人会服侍你。阮主上帝，求你也互阮大人对今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更较明白洗礼意义。也求你赦免阮，因为阮离开你的路的时，直到阮亏欠，领受洗礼恩惠。求你，互阮为完全反悔，带阮倒转来归伫你，对答了后，为做你尽忠的奴仆。阮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会众请坐，好，咱小等才做伙来介绍，好，所以先请好金枝姐、台菊姐、好国威兄先回座。咱这个时阵，好要来举行啊，这个小儿的信用告别。好，咱做伙来唱354首的第30甲第40。好，今天的信仰告白是林莲燕姐妹和申秀兰姐妹。好，请因来到伫台前。三位一体，甲咱利用，受伊受起，所有咱最上。虽然心心心花嘅轻，穿过天东，万好风心。上帝名有水嚟感应，了明的是坚固人心。面对心心顺天法度，常常照耀行主道路。好，林莲叶姐妹，好，甲申秀兰姐妹，好，因拢已经洗礼，好，真做基督徒，好，总是今日，好，因欢喜，好，要来加入，好，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以咱这时阵，好要邀请好莲燕姐、苏友兰姐，甲咱所有兄弟姊妹，要做伙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愿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精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搁和。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气力，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搁来。愿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愿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国定军伫本地，认同所有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真侪5万的记号，愿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因跟上帝。愿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罪，误用这的文字，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透放。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
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好，咱欢迎即个连燕姐，吼，甲即个秀兰姐，会当诚做咱的一份子啊。好，咱稍等，好，再做回来介绍。好，请连燕姐跟秀兰姐先回座。好，我们接下来咱煞接要来举行小礼的洗礼。好，今日有4位的小朋友要来洗礼。吴伯仁、蔡金恩、庄杰宏、甲庄乔慧。好，咱做伙来吟352首的第1集甲第5集。好。心会所行的礼仪，也有关系伫少年，亲像牛羊行到底，表明今日小上帝，父母体行你平庸，唔通互因通世上，常常假是信耶稣。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来听耶稣基督吩咐的话。耶稣对世人中国话了后，伊有讲：恁着去招万百姓来耶稣讲，有人带细囝来就近耶稣，要互伊摸。耶稣学生责备因，耶稣看见安尼就无欢喜，甲学生讲：让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紧因，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囡仔先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的事，抑佫所应允的，拢要归伫因。这细囝是稳定的约的护士，上帝要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内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做伊的百姓。伯仁，好，后尾即摆爱来问的是即个小李的爸母啦，好，即个吴国维，好，蔡家平，好，吴佳音，还有尤雅婷，好，那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有啊无？恁着挖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道的责任。教示恁的细囝，着用基督较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所行会当合伫上帝教会的法度。恁要安尼行有啊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会当守即个约。好，这个时阵咱要请这个细囝来到台前。好，首先先请伯仁跟他的爸爸国维来到台前哦。好，站在这里。吴伯仁，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好，伯仁请回。接下来是蔡敬恩，好，父母是嘉平跟嘉音哦。蔡敬恩，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阿门。请回。再来是杰宏跟乔慧，好，兄妹好，来到台前。庄杰宏，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阿门。庄乔慧，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阿门。请回。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未陪参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但这细囝的父母甲会长亲自来做证，也着三角分担责任来培养因的信仰，直到领受坚信礼。咱搁一摆来祈祷，全人永远伫地上帝，愿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的细囝。伯仁、敬恩、杰宏、乔慧，互因的身躯甲灵魂，互因的智慧甲年岁，哪加天上帝甲人哪听因。愿求你将恩典丰丰富富赏赐互因，
因带因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救因脱离少年的诱惑，直到成年的时，互因通家己告别因的信仰，搁会坚持到落尾。主，阮的上帝，你的圣囝耶稣伫拿撒勒捌过世间家庭的生活，阮求你祝福这个细囝的家庭，求你赏赐因的父母，甲囡仔照顾因的亲人，互因有智慧甲温柔的心来照顾这个囡仔，通伫你的听内面来忠心。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好，请你们。父母来站在台上，好，向后转。好，这时阵牧师要来介绍，好，咱对这个小李，好，小朋友先来介绍。好，在先咱有这个博仁，好，博仁的爸爸，好，是这个国维，好，是这个敏娟的，敏娟是国维的姐姐，好，博仁是国维的双胞胎的儿子，好，因为这个国维好离异啊，所以弟弟好是跟着妈妈，好哥哥是跟着爸爸，好因此住伫北投好石牌路2段，好是靠近这个靠近这个山区的所在哦，所以大概来教会哦，好拢爱对台北的北投好来到咱的教会，好伊这个博人呢，好，伊过去是有这个发展迟缓跟自闭症，好，但是来到教会参加主日学之后，好，看他现在变得非常的活泼啊，好，而且非常的有礼貌，好，所以这个国维啊，刚刚讲上帝吼，真正伫这个博人心中有做工，好，所以咱伫遮好来欢迎国维甲博人，咱拍拍来欢迎因。过来介绍是这个蔡家平跟这个吴佳音，好，他们的公子哈，叫做蔡敬恩啊，好，这个蔡敬恩哈，好是咱江南教会的第4代哈，好，一旦讲是土生甲土长的哈，好，所以咱真欢喜看到咱家南的第4代，好，即马好嘛受洗礼，好，营养有好无？好，营养非常的好，安尼哈，好，所以你若想要。生出来囡仔吼，营养好诶吼，安尼就爱伫迦南教会爱住较久诶安尼。好，咱即个敬恩是旧年11月初9来出世，好，即马来受即个小儿的洗礼，好，咱嘛拍拍来欢迎。好，接下来是一对兄妹杰宏跟乔慧啊，好，杰宏是小6，好，然后妹妹乔慧是小4啊。好他们可以说也是第4代的基督徒哦，是跟着妈妈好雅婷，好雅婷来到我们当中，好重视爸爸博敏哈，未衰劣好嘛，为着这个结婚好，跟乔慧爸爸好庄博敏弟兄好为他来代祷好，希望能够全家归主啊。好，这个结婚呢，好，伊是这个围棋3段呐，好，围棋3段，好，小6，所以你若是对这个围棋有兴趣啊，你可以来跟他挑战看看呐。好，我们也拍手来欢迎他们。好，那先请留在原座好原位哈，我们接着再请这个信仰告白的先不用离开，我们等一下拍合照。好，请那个林连燕和申秀兰姐妹好也来到台上。好，连燕姐跟秀兰这样。好，这个连燕姐好。等一下，好拍照。好，等一下，好，是的。连燕姐，好，伊是伫贵格会保罗堂来洗礼，好，总是好，因为伊的女儿读国中的时候，好，有机会到教会，好，但是到教会没有很久就离开教会很长一段时间了。总是伊的这个大汉查某囝，好，伫旧年伫加拿大受主恩调，好，过身，好，总是伫这个中间，好，伊的这个这个姊妹好，就是由爱珠姐，好，爱珠姐，好，今日嘛伫咱的中间，好，来引带伊，好，来到伫这个教会，好，甚至来参加咱北区的妇女合唱团哦。好，所以对旧年5月开始，好6月开始，好就已经来到咱教会，好伫遮来礼拜，好这个连燕姐，好今年已经76岁啊，好伊的先生，好嘛8岁咧，好总是因为行动较无方便，好较袂当出门，好嘛需要咱来关心，好所以咱来拍拍来欢迎连燕姐啊。
连燕姐伊的细汉查某囝住伫台北，吼所以伊嘛期待这个细汉查某囝，吼嘛当早日来洗礼。好申秀兰姐妹，秀兰姐妹，伊是伫旧年7月伫大竹的磐石教会来洗礼，伊是走计程车，载着一个人客是一个基督徒，听伊分享了后，伊听到足新鲜的，就对去找这个基督徒的餐厅，搁去甲伊做伙食饭，然后就带去教会洗礼。总是洗礼了后，这个教会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常常外出还较袂当适应。所以就通过青云青云是丰盛的同事，王丰盛的同事，所以就引出来到咱迦南教会伊有一个后生住伫新屋，一个女儿嫁到分园先生嘛未洗礼，曹尔杰弟兄，咱嘛期待这个申秀兰姐妹甲伊的全家拢会当来得到上帝恩典，咱来拍鼓来欢迎秀兰姐妹。好，咱阁有3位成人洗礼这个金子姐、国维甲台trưởng嘛，请你来到伫台下顶好，来牧师来介绍。国维拄则有介绍过国维伊较早有去到伫即个波兰读牙医阁有读即个景文的硕士伊嘛做过护士即摆头路是也是在开计程车拄则有讲到伊的婚姻所以伊即摆是单亲的爸爸。阿姨嘛爱照顾这个囡仔，咱嘛为着伊来关心，甲带导。国维是今年53岁，金主姐今年82岁伊是通过这个乐龄，来到咱的教会，是这个陈素儿姐妹甲伊介绍的，但是伊来无偌久就去台北过孙几啊冬，最近会当孙拢大汉，所以佫转来金主姐，伊来到教会这段时间，伊感觉伊的这个身体嘛哪来哪好，过去伊有这个脊椎滑脱，做1年外的这个复健，即马拢唔免啦，即马逐工礼拜1到礼拜5，都来教会的这个德福的据点，礼拜6嘛来上 A1，礼拜天嘛来做礼拜，所以规礼拜拢伫教会内底金主姐，咱拍鼓来甲伊欢迎，金主姐。过来是这个黄台菊姐妹这个台菊姐我相信咱伫教会真侪人拢熟悉伊的哥哥是黄汉生，已经受洗礼。台菊姐所带来朋友李春枝、廖万新嘛拢洗礼但是就是伊还未洗礼安尼总是上帝有感动伊伊今年安尼有感动讲伊要来决志要来洗礼所以伊嘛是同款拢有参加我们的据点伊过去拢参加老人会馆但是来了迦南的德福据点之后伊就调刚刚讲哇这里真的很棒所以嘛引出真侪人台菊姐嘛把有这个骨裂甲这个心律不整总是即马上帝拢互伊拢真好势伊虽然嘛是一个人住伫巴德中永街但是拢会当真欢喜，逐工甲这个金主这同款等于是礼拜1到礼拜天天天都来迦南教会报道安尼先煞来顾上帝的教会安尼即马会当诚做咱迦南教会一份子，咱拍鼓来欢迎。还有就是我们周报上面我们有几位这个转籍也利用这个机会来介绍有这个周世勋长老跟林秀清长老娘伫咱的中间咱请伊徛起来嘛来到伫台前周长老甲这个林秀清姐妹这个维轩是参加陈维轩是参加第2场华语礼拜黄品欣甲嘉义是这个明文甲淑芬的这个后生查某囝因今日嘛拢转因的会籍所以咱今日要做伙伫遮来接纳所以这个时阵咱请遮有要送礼物的是小周先接纳是不是？怕你们等一下没有手。咱牧师甲咱的小会员先来接纳，咱来翕相安尼。哇！我从后。欢迎，上帝祝福你，平安，欢迎上帝祝福你，平安，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平安，上帝祝福你。敬恩，上帝祝福你，平安，秀清姐，就定了，平安，好多人，我们请
小会员握手完之后站到后面，我们要拍个合照。拍照，站到后面拍照。今年迦南教会60周年哦，咱有一个目标就是60位洗礼啊，好，所以今年是咱第3次的圣礼典，好，我感觉好，可能以后我们的圣礼典啊，可能都要1点钟哦，好，人啊愈来愈多感觉。好，那我们请有要送花送礼物的啊，现在可以先来送花送礼物。对，林燕姐嘛是咱松大合唱班的学生啊。好，送完礼物的时候就交到手上就可以了。好。要让个位置给后面的人啊。我就没有手了。好，那我们请那个受洗的弟兄姐妹往前一步，好，往前一步。好，来往前，好，来往前一步，可以站在第一排。好，我们要来拍照。我出来给他丢。好，大家再往前一步。好，来，我们往前一步。好，哦，台局没有台局姐哦，汉生兄我来哦。好，来，好。我哥哥。好，我来帮他拿好。一波去啊，好，来，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拍照。好，来，好 ，OK， 好，阿兰，先留给前面好有一个位置，好，然后来看头前。好啊，然后如果不是受洗的弟兄姐妹，请你到旁边，好，不是受洗的人，请你到旁边，好，才不会搞错哦。好，不是受洗的人，好，请你到旁边哦。好，来，好，阿兰一凡可以拍吗？来，好，自己来。对，他们要先照相，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照。好，不要紧，好，来这边也可以站，你们站下来一步。好，来，我们请看前面，好，来拍照。好，看头前哦。1、2，看头前，3。好，咱拍婆来恭喜这位兄弟好，好，请大家回座。好，那还没有拍够的，等一下礼拜后再来拍。好，好。有些受洗者的家属。哦。好，咱这时阵要来领受圣餐啦。好，咱做伙来吟信诗355首。好，咱来唱第1集，好，甲第2集。好，啊，咱啊。愿我主旨甲主这道，专心来听你的话，专心遵背主的临在，激动心灵的栽培，地高心。故事以阮心来做模范，甲阮土家一生的写，听的是你大委团，将阮礼拜变做行动，心的生活做。
咱唱到这就好。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囡仔受伫伊的教会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对囡仔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支持。所有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保罗所讲。保罗讲：我对主受也捌传予恁的，就是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身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囡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但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心咱来感谢上帝。亲爱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信心来信别阮，也信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有对信、有分伫你的身躯甲保惠。对伫你稳定的帮站，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忠心伫你的稳定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恁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长老来旁杯甲旁饼。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的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欢迎每一位已经受洗礼、甲坚信礼的兄弟姊妹、基督徒，做伙来领受主耶稣的身躯甲伊的保惠。如果咱还未受洗礼，如果我们还没有接受先信礼请你暂时先不要来领圣餐，等你完成洗礼之后、坚信礼之后，再一起来领受圣餐，主耶稣的身体。等咱摕到这个饼甲这个杯，嘛邀请咱会当做伙安静。真侪咱中间是头一摆来领圣餐的兄弟，这是耶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咱就爱纪念伊。就爱少年感谢主耶稣，伊为着咱留的保惠，伊为着咱来牺牲定死伫十字架，咱伫心内底感激伊，因为伊疼咱，伊拯救咱的灵魂，拯救咱的性命。耶稣讲，伊无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是愿意每一个人拢得救。圣经讲，一个人得救，全家也要来得救。咱会当摕着饼甲杯的时阵。也为着咱厝内底的人，还未洗礼、还未信主的亲人甲朋友，嘛为因来祈祷，愿上帝的帮助、信心的开纳，会当互有机会，互咱有机会来引带因，甲因做见证，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当咱摕到耶稣的杯的时阵，咱嘛会当为着咱个人的身体健康来祈祷。咱如果有身体欠安、身心拄着失丧，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时刻来跟主祷告，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疾病，让我们心里面的重担能够得到释放，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平安。有主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就无忧愁；有主伫咱的生命中，咱就会当
享受主的恩典甲平安。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要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做伙来领受。这个杯就是新的约，伫主的会所设立的，咱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我们也一起来享用。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你伫地，咱做伙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因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因跟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这时阵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阮的阿爸天父，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你手术活命溃烂，爱阮过丰富得胜的生活，阮敬拜你。感谢主，即礼拜保守兄弟出入的平安，心灵的永壮，也求圣神继续显明你奇妙不变的疼，引带保守兄弟行伫你的稳定道路。愿阮感恩的亲像芳芳的祭献伫你面前，当兄弟姊妹甘心乐意的奉献，要用伫主你的圣工，万主欢喜接纳。阮安尼祈祷甲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妹，请坐。请立柱长老来报告。好，时间要快一点。好，咱来报告。首先，咱来介绍咱的新朋友。伫咧我介绍进前呢，咱有较早的会友吼，或者蔡君伟，伊拄则有带一家人，啊，佮有带因的同事来，咱拍婆啊，甲因欢迎一个。恁的正手边后壁的所在，已经离开吼，那就记得这个名，再甲伊招好一下。啊，佮有咱连燕姐引出来的朋友是爱珠姐，伊讲莫甲介绍，我嘛是甲介绍一个吼。伫咧这个中间，拍婆来甲因鼓励吼，感谢恁的引出。咱有一对抹囝吴雅慧，啊，佮杨子轩两位姐妹伫倒位，请你徛起来吼，来送礼物互你，好，感谢你。还有那个台菊姐的女儿，台菊姐的女儿，哥哥啊，弟弟，好，弟弟也有来，好，也请站起来好不好？站起来，台菊姐的家人，好，表所在，好，欢迎好，欢迎你们，请坐。很好，在主里我们成为一家人，迦南教会都是你的家人哈。好，还有一位是庄新传弟兄在哪里？弟兄也是在最后面的地方。好，阿玛嘎多嘞，巴婆啊，还有上面介绍吗？无啊吼，好，那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哈。好，咱继续来报告。后一个礼拜咧是母亲节的主日，咱是一场礼拜，几点开始？9点半吼，当一日无爱餐，大家出去搞靠食吼。好，那后一个礼拜，这是咱春天农场踏青哦，拄则无叔公复活节，咱来看这个影片。咱大家拢参与伫咧内底吼，啊，佮今日咱头一天4月19的时阵是落大雨无？下晡咱转来嘛是落大雨对无？咱就是咧软雨拍，你敢知吼？上帝恩典遮尔大。4月20，咱伫咧春天农场，伫咧鼓山。迄一天出席的人是420个。在弥漫的路口，渴望着那份永恒不朽的承诺。沉寂的黑夜，笼罩着孤单的角落。十字架的光芒在心中默默闪烁。真感谢主，咱拢参与伫咧这中间，这相片看起来真水。咱拍破感谢上帝。对人讲上帝。无叔讲这首歌是 AI 写的对无？吼 ，AI 啦 ，AI 创作人写的。吼，后一个礼拜是333祷告会33号拜3下暗7点半。逐个月头一个礼拜，咱这礼拜主题是为着母亲来祈祷，请大家邀请来做伙。上年大学的讲座，这是线上的讲座吼，拜3 10点半开始，这真受欢迎，大家来参与来学习。2025年的英语品格营的，这是夏令营，阮有教志工，嘛有教学员吼，会当今日咱的时间会当邀请咱的厝边做伙来参与哦吼。今仔日下晡1点半，伫咧数控的教室有宗教改革的旅行的心得分享，欢迎参与的，甲无参与的拢做伙来听。A1 初心造就，咱要伫5月10号，就是后礼拜最后一节吼，我们要一起结业，一起来毕业哦吼。生日助学金得到奖的学生，国小、国中、高中、大学，伫咧后礼拜要来颁发，请出席吼。
全教会的退休会伫咧5月17，一楼的所在咧有咱车次表，7点45伫咧教会一刻8点就要出发咯吼。你若是今仔佫讲你不爱去，我要甲你收偌济钱，你敢知？30%就是3成要做行政费用吼。那有要搁报名，要搁有几位会当报啊？有几位嘛吼，袂甲你加伤钱，欢迎报名。好，咱来读经句，来做伙来。我的肉体，我的心情会衰弱，毋过上帝永远是我的气力甲产业。诗篇73篇26节，搁一解。我的肉体，我的心情会衰弱，毋过上帝永远是我的气力甲产业。诗篇73篇26节。请咱做伙来因祝福的诗，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因是煞，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恳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硬心欠伊是正，但愿搭你追求你改变。我伫黑暗中做决定，对做伊带是迷的人，这是我人生的前望。愿主啊所给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甲疼痛，细细的感动甲帮赞，甲认真兄弟三个弟弟，特别也甲今日受洗礼、信仰告别坚信礼，专辑进入迦南教会兄弟三个弟弟。互上帝恩典，那加添上帝的智慧甲力量，也那伫恁的心中，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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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众请坐。咱今日礼拜到这，如果咱有要翕相的兄弟也欢迎来到台前，跟今天洗礼的弟兄姐妹跟他拍照，愿上帝祝咱大家平安。喂，请咱的长老会当即阵啊就到伫33号2楼吼，咱华语礼拜圣礼典要开始吼，请咱的长老有服侍圣礼典，